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7月8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本土性天狗日的病例，到今仔日本台查个为止，已经有6位病例。台南市政府特别伫下晡成立天狗日顾问团，邀请学者专家以及过去有防疫经验的市府官员参加，希望透过因丰富的经验，将天狗日的伤害降到上低。在几当台南天狗的疫情开始出现，甚至集中伫中西区的开山里以及处理过当菜市的民众身上。对此现在如何将伤害降到上低，嘛是市府积极努力的目标。为了借过去的经验，市府特别邀集11位专家学者来成立顾问团，希望做好经验的传承。顾问团的会议以及顾问团的成立，是提供现役的我们的防疫人员一个最好的咨询跟经验的交流。在这个顾问团里面，其实坦白讲，从不管是来自学界或是之前的市府团队的实务工作者，其实都提供了非常好的经验以及非常好的这个传承。那也看到了我们现在的这个防疫工作的盲点以及没有触及到的地方，这点都是非常感谢的。那今天顾问团的会议，其实我们也其实要宣示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登革热防治上这个政治退散、口水退散、专业挂帅、行动挂帅。今日嘛拄好确定第6个病例，因为嘛是伫患者当中处理过开山里，所以现在针对周边的防疫成为重点之一。顾问团成员苏益仁强调，目前的方向就是要将主成员全部清除。东投菜市场的假设是第一个病例引申出来的时候，那么东菜市场其实隐性滋生源一定要再继续找出来，那一定要把隐性滋生源那么能够找出来，我们才能够说它不会继续散布。注意我们的医疗诊所的这个部分，一定要警觉性要提高，那么要采用快筛试剂那么快筛能够在第一时间几个小时里面就通报就诊断出来，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期待市府强调，现在除了室外爱做好防治，室内防治同款重要。如果做一部分是无效的，同时嘛希望市民会当共同落实巡岛清刷，做伙对抗天狗热，将台南的疫情降到上低。台南新闻郭国义采访报道。面对台南市天狗日的疫情紧张，U12世界杯小棒比赛又搁要伫安南区举办，袂当有任何视觉差，所以安南区长叶志明特别召集区内重点防治的10个里，用过去有效的防治经验来进行教育宣导，希望会当守掉咸水溪防线。台南市天狗日伫每一天本土病例有增加的危机当中，安南区公所上午嘛邀集防疫地图当中敏感的10个里来召开教育宣导汇报。会中所有里长、里干事拢招教，希望带动所有里内职工宣导家家户户巡岛清刷，避免安南区嘛沦为疫区。区长表示，以104年天狗日大流行的经验。嘉南大圳以南、咸水溪以北就是重灾区，加上今年U12世界杯小棒比赛就伫安南区的东河里办理，区长宣誓绝对袂当有任何视觉差。守护盐水溪防线，抗秒为刚力。21号开始是 U12的国际少棒锦标赛，人口移动非常的快速，非常的多。那整个环境的一个资讯就非常的重要。如果说有一个其他国家的少棒选手来这边得了登革热，那不得了那确实会变成一个国际事件
会中卫生局嘛分析过去的灾情，甲进行上新疫情的简报，希望对安庆里果菜园、宜安果菜市场以及过去第一个爆发病例溪顶里列为重点防治。对此，李长嘛表示，将配合公所专业动员执勤。公所这边阮的药量喷雾的工作来消毒，是毋是迄个树木？因为咱的树木拢有一寡迄个较低的迄种树木，是毋是来做消毒？倒水的代志，这阮自豪的代志，阮就以里长这方面来尽量来努力来拍拼，来个完成，卖互人这个无喺讲啊内底啊，什么话止水容器尽量去甲消毒，这是阮历年爱做的。公所收调咸水溪风线，除了个安南区民众的健康，更是避免台南疫情扩大，造成人人惊吓。电新闻官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头一个以 CEO 身份参选过台南市长的林义峰，即届看到总统大选遮尔激烈，再加上家己过去所提出的富有政策，即届总算有人认同。伊认为2岁到6岁幼儿由国家饲的证件真好，毋过需要分阶段。伫咧台面上虽然无表态支持倒一位，毋过伊相信 CEO 的头脑绝对甲一般的政治人物有无共的做法。企业集团的总裁林义峰伫咧顶届市长选举落选以后，因为有侪少年朋友伫咧脸书留言，包括薪水无够、唔敢结婚生囝等，加上最近看到总统初选，有人提出0岁到6岁应该由国家饲的政策，伊认为政策真好，不过需要分阶段，做袂到就落台。咱伫脸书网络，大家拢甲我呼应。你林义峰爱替阮出来处理这个代志，因为你较早讲一个富有政策做好，对啊，即摆因讲的所以我林义峰以我 CEO 家己的看法，就是讲，咱爱国家分做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0岁到3岁，我是希望伊讲上任6个月一定爱做，第2个阶段4岁到6岁，第16个月爱做，这候选人无论倒一个爱来签白皮书，对啊，伊若准讲伊爱签白皮书，伊若无法度30个月爱自动辞去迄个总统的职位。虽然台面上林义峰无表态支持任何的特定人选，不过伊真欢喜看到家己过去参选市长时所提证件有人认同，包括薪水至少3万，搬来台南第一档1年补助10万，现在政府嘛要将基本的工资调到2万8。至于媒体询问林义峰是毋是阁要出来参选，伊讲滚笑的表示，阁咧思考评估当中。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烟控分局伫个顶半灯，敢若伫个路顶巡逻，查到通缉的有190件，查到酒后开车的零件嘛有180件，户外界对烟控的治安防治真肯定。上午烟控赛主会伫个铁路警察的事件过后，特别捐赠42万来购买上新的 LED 发光背心，希望守护环境，地勤的安全。环境不管伫指挥交通，或者是道路零检等勤务，特别伫夜间，拢需要一领反光的背心才安全。不过过去公家发的，甲现在只领有 LED 会当发光，加做者低压功能效果，一比较就差真济。上午烟控赛主会一事业有成的师兄，伫会长的号召之下，特别捐赠42万，添过280领高品质的发光背心，来关心所有烟控区环境的执勤安全。我是认为那个严谨必须要有好的装备，才能够保家卫民所以我们永康狮子会能做这个爱心的活动，我们觉得非常的光荣。对着烟控赛主会爱心关怀分局长相当的感佩，特别伫铁路环境因为执勤过身，甲环境因为滥检酒后开车时常出代志以后，嘛互今日的捐赠特别有意义。这次在我们铁路警察局远检发生殉职以后这个捐助活动特别有意义。那我们这个新的 LED 对我们远检的执勤安全非常有帮助在日前在云林也发生酒驾冲撞严重，造成我们远警重伤的一个事件那这个 LED 灯对我们同仁执勤的安全性大大的提升我们特别感谢永康狮子会的爱心行动。
伫关键过后，严控分局的7个派出所甲交通分队以及警备队每一个关键拢会当领到赛主会爱心，嘛成为台南市第一个拥有高品质环境百姓的区域。台南新闻官及何乔芳采访报道。休困节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 book》台南爱读册。知名电视台新开的9点档戏剧《一起干大事》，主要演员李罗、苗可丽、邱雨辰甲赖雅琪等，为了宣传新戏，特别南下举办快闪见面会。第一站就选伫台南上行的国华街甲水仙境市场，去因卖这游客甲店家，小姐甲演员翕相握手。将要伫7月9号伫8大电视台9点档上演的《一起干大事》。因为戏剧内面主要场景设定就伫咧菜市场，为了宣传新戏，演员群包括李罗、苗可丽、邱雨辰、甲赖雅琪等侪位演员。7号中昼嘛特别来到台南的国华街永乐市场举行快闪的见面会。一行人20-30位对国华民族路口，一路行到民权路的水仙境市场。沿路受到侪侪游客甲店家小姐握手甲翕相。各位乡亲父老兄弟姊妹，大家好，我是李罗。即摆今仔来遮吼，唔是要选举，不过要遮吼，甲大家哦乡亲拜托，7月9号暗时9点，8大综合台新的戏吼，一起干大事，笑开戏剧哦，大家一定要甲我捧场一下，安尼好唔好？谢，感谢大家吼，7月9号暗时9点哦，8大综合台，谢谢。除了资深的演员，另外嘛有小鲜肉，其中苗可丽美魔女的魅力嘛得到不少乡亲的支持。阿姨、大姐，大家好。哎，拄才大家心内咧讲啥，我拢知，拢讲本人较少年较水，对吧？对啦。特别甲恁介绍8大综合台，暗时9点。礼拜一甲礼拜五，后礼拜2就开始啊！我知影恁大家拢足辛苦的，因为戏内底咧，阮这家伙啊，阮遮所有的人啊，基本上嘛是拢伫菜市仔咧开档的，阮兜咧卖猪肉的啦，所以呢，大家来看绝对非常的贴近你们的生活，你们会很有感。大家平常时做代志拢真辛苦，阮这出戏是足快乐、足欢喜的一出戏，所以回家呢补充一点正能量，就一定要看我们的戏。安尼明仔载都够较有精神会当做代志。最后一行人来到水仙境的庙口，除了向水仙尊王来参拜，并且祈求所事长虹以外，现场嘛甲台南的粉丝做伙翕相，为新戏一起干大事来宣传。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相当前由一名退休教师所组成的社团法人台湾点点关怀促进协会，主要是以教育途径来唤起社会大众对偏乡的弱势关怀。成立了后，第一个关心纳马夏，并且设立社区办图展，提供陪伴小朋友读册空间设施甲师资。在暑假期间，协会也特别赠送慰问，并且颁发奖助学金。伫协会理事长李新香的带领，包括协会成员、南台科大教授以及南大附小的老师，一行人对高雄出发，来回开了5点钟，前往纳马夏上偏远的打卡努瓦社区办图展。一方面，除了感谢林秀峰老师翁仔某长期对纳马夏偏乡活动的关心，同时嘛颁发活动的奖助学金。纳马夏办图展是我们
协会在推动的共读站里边，社区型的一个第一个社区型的伴读站啊。那目前大概有20几位小朋友。那我们非常感谢拉玛夏达卡努瓦社区林时欢跟周孔志他们夫妇哈，那就是在这个地方投入很长的这一些协助工作了。那我们在一个机缘之下跟他合作，提供了相关的设施。有一些小朋友今年要幼稚园毕业要升国小，国小毕业要升到国中了，大概有4位嘛，所以我们想去看看他们，也提供一些奖助学金哈，那帮忙他们将来能够在进入到小学或者国中之后有一些相关的一些需要一些学用品哈也可以让他们提供一些协助啦。社团法人台湾点灯关怀教育促进协会对3当前设立，透过南大科大甲南大附小的牵线，协会第一个关心的就是进驻那玛夏的偏乡，对106年投入岛仔椅仔甲丁具，设立那玛夏打卡努瓦社区伴读站，陪伴小朋友写功课、复习。另外嘛，利用课余的时间，教导小朋友歌舞，并且聘请老师教导乐器。协会希望透过教育的途径，让因渔者不如教因安怎钓鱼，希望偏乡的学童伫未来成长过程，会用得到更加侪赞助资源，帮助这群小朋友找到幸福的起点。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天气渐转好，或者是雨好天气，温度28度到32度，落雨几率3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加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7月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